大家好，歡迎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。今日咧，我同大家一齊嚟到去禱告守望一個少數嘅民族。咁咧，我哋知道有心人咧，最近喺呢個康巴族聚居嘅村落裏邊咧，舉辦夏令營，咁為當地嘅年輕人帶嚟關愛啦。過去一段頗長嘅時間咧，有工人喺康巴族裏邊努力，為信仰咧嘅傳播奠定咗基礎嘅。2002年咧，一封書信報導咗當時正在低調進行嘅事工，好有果效喎。呢封書信咁講：90多個年輕族人第一次聽到福音，請為嗰度嘅年輕信徒禱告啊，使佢哋能夠忍受得住。喺一個城市裏邊，有幾個啱啱接受基督嘅；喺一個鎮上邊，一個年輕嘅女仔獨自堅守信仰；喺同一個地方，一個老年男子聽到福音啊！今日咧，呢個福音嘅努力依然嘅，我哋一齊禱告啊！天父，我哋知道康巴族人咧，大約有120萬人，咁佢哋主要聚居喺華西嘅地區啦。不過咧，應該唔夠1% 咧係基督徒嚟嘅。我哋切切嘅為到喺康巴族裏邊嗰啲默默耕耘嘅忠心嘅見證人禱告，求神你使用佢哋勇敢嘅有智慧嘅，亦都你保護佢哋，讓佢哋能夠喺族人嘅裏邊見證福音，引領更多神所愛嘅康巴族人歸到主嘅懷抱。我哋同心禱告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希望大家繼續紀念康巴族。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，我哋下個禮拜繼續一齊守望神州。拜拜。